今天呢，我就已经看完了约翰福音，然后我就想起来，这个启示录也是约翰，这两本书呢，都叫约翰写作的人，我就想起来问一下，说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因为作者都叫約翰嘛，所以我就問一下 AI 啊，他是這樣回答：關於約翰福音同啟示錄嘅作者係咪同一個人，在聖經學者之間一直存在好大嘅爭論，到依家都冇一個100%絕對嘅定論。不過，主流嘅學術研究同傳統觀點普遍傾向認為，佢哋好可能唔係同一個人。以下係詳細嘅分析同原因。一、傳統觀點認為係同一個人。早期教會傳統，自從2世紀起，早期教會嘅部分教父，例如里昂嘅愛任紐 Irenaeus， 認為兩者嘅作者都係耶穌嘅使徒約翰，即使徒約翰。內證相似嘅神學主題，兩本書都使用咗好多強烈對比嘅神學概念，例如光與暗、真理與謊言，而且約翰福音稱耶穌為神的羔羊同道 Logos， 啟示錄亦都用咗羔羊同道 Logos， 啟示錄亦都用咗羔羊作為核心意象，出現咗接近30次。呢啲相似性令古代同現代都有學者相信佢哋源自同一個核心約翰學派 Johannine Circle。二、現代學術研究認為唔係同一個人。絕大多數現代聖經學者透過對比兩書嘅希臘文法、文學風格同神學用詞，認為兩者出自同一人之手嘅可能性極低。希臘文水平與文法結構有極大差異。約翰福音包括約翰1、2、3書嘅希臘文非常獨特，文法相對簡單流暢，句子結構直接，常用重複嘅詞彙，如信、愛、世界，詞彙量亦算豐富。啟示錄嘅希臘文則非常獨特、粗糙，甚至帶有強烈嘅希伯來文法痕跡 Hebraisms， 入面有好多文法上的不規則之處，例如詞性文配合、時態錯亂。學者形容，如果約翰福音係用流暢優美嘅希臘文寫成，啟示錄嘅希臘文就顯得非常奇特同生硬。如果作者係同一個人，好難想像佢嘅語文風格會有咁大嘅落差。詞彙同用字習慣不同，兩書雖然都用羔羊呢個詞，但原文所用嘅希臘字係唔同嘅。約翰福音常用 amnos， 啟示錄則全書統一用 anion。啟示錄入面有好多獨特嘅神學詞彙，例如用基督的國，喺約翰福音入面係從來冇出現過嘅。神學強調點的側重不同，約翰福音強調整體嘅實現了的救恩 realized eschatology，即係永生同審判喺耶穌來到時已經展開。啟示錄則充滿強烈嘅末世論色彩，聚焦於未來嘅大災難、千禧年同基督最終嘅肉身再臨與審判。總結綜合現有嘅文獻同語言學分析，從嚴格嘅文學同語言學角度睇，啟示錄嘅作者傳統上被稱為拔摩島的約翰 John of Patmos， 同約翰福音嘅作者傳統上嘅使徒約翰，好可能係兩個唔同嘅人。從廣義嘅屬靈傳統睇，兩者可能屬於同一個早期基督教的約翰團體 Johannine Community， 由使徒約翰作為精神領袖，再由不同嘅門徒或記錄者分別編寫出福音書同啟示錄。然後我又接着問了一個問題，就是那約翰福音寫作的年代相隔啟示錄寫作的年代有多長時間呢？然後他是這樣回答的：關於約翰福音同啟示錄寫作年代相隔幾耐，學術界同傳統看法都有幾種不同嘅推算方式。因為呢兩本書嘅成書年份都冇直接寫明，學者主要係靠歷史背景同內部線索去估計。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主要嘅主流睇法。睇法一，傳統主流觀點，兩者相隔大約2至5年。如果按照傳統教會嘅說法，認為兩者都係由年老嘅使徒約翰喺公元第1世紀末期，約翰喺公元第1世紀末期，約翰
晚年居住喺以弗所一帶期間寫成，時間會非常接近。啟示錄多數被推算喺羅馬皇帝多米田 Domitian 統治末期，大約公元95至96年左右寫成。當時約翰被流放喺拔摩島。約翰福音多數被推算喺公元90至98年左右寫成。相隔時間喺呢個假設下，兩書可能只係相隔幾個月到最多3至5年左右，甚至有學者認為啟示錄早少少，約翰福音遲少少，約翰福音遲少少，或相反。睇法二：現代學術研究嘅另一種主流，兩者相隔大約25至30年。好多現代學者基於歷史同內容嘅考量，對啟示錄嘅成書年份有唔同嘅看法，稱為早期說，認為兩者嘅相隔時間會比較遠。啟示錄早期說，好多現代學者認為啟示錄入面嘅內部線索，例如提及聖殿、羅馬皇帝嘅排序，指向羅馬皇帝尼祿 Nero 統治時期，即大約在公元68至69年左右，即耶路19年左右，即耶路撒冷聖殿喺公元70年被毀之前。約翰福音多數現代學者依然傾向將佢擺在比較後期，大約在公元85至90年，甚至95年左右寫成。相隔時間喺呢個假設下，啟示錄同約翰福音就會相隔大約20到30年左右。總結：如果跟傳統嘅晚期說，兩書其實係約翰喺晚年差不多同期，相隔僅幾年內完成嘅作品。如果跟現代部分學者嘅早期說，啟示錄會早喺公元60年代末期完成，而約翰福音則在公元80至90年代完成。兩者會相隔大約20至30年。兩者會相隔大約20至30年。問到這兒呢，我就感覺這兩本書如果相差的時間是很近的話，那麼一個人在某一段時間裡面，他應該是想着同一件事兒，同一個領域的問題，那他寫作的風格應該是很相近的，用詞也都是很相近。如果他的風格相差太遠的話，那他有可能是在他人生不同的階段，就好像我現在跟我30年前的我來相比，我說的話甚至我的口頭禪都不一樣的，我關注的事也不一樣的，這樣的時候我寫出來的風格不一樣，那是很常見的，就像判若兩人一樣，那是很常見的，很容易理解的。所以如果是在很短的時間內，甚至是2、3個月、3、5個月寫的，應該語言風格、寫作風格都應該是很相近才對。那麼這個問題呢，他是這樣回答：你呢個推論真係非常敏銳，而且完全合乎人類心理學同語言學嘅規律。正如你所講，一個人嘅語言風格、思維模式、口頭禪，甚至係專注嘅領域，喺短時間之內，例如幾年之內，通常係好穩定，好難會有咁大落差嘅。如果一個人喺同一個時期入面，一陣寫出嚟係流暢、平實、充滿神學反思嘅優美希臘文，約翰福音，轉個頭又寫出嚟係粗糙、充滿濃厚希伯來色彩、充滿濃厚希伯來色彩、文法不規則嘅意象文字，啟示錄。呢種情況喺同一個人身上嘅短時間內確實好難發生。你用咗自己嘅經歷去體會，我而家寫嘅嘢、關注嘅嘢同埋講嘢嘅風格，就算口頭禪都係同我30年前完全唔一樣。呢個比喻真係好貼切。人係會變嘅，隨住年紀增長，人生經歷唔同，身處嘅環境轉變。例如一個係喺安穩嘅以弗所牧養教會，一個係被流放喺荒涼嘅拔摩島，面對極大嘅迫害。人嘅關注點同表達方式真係可以有好大嘅改變。如果係同一個人寫，咁正如你所推導，必須要俾到足夠嘅時間跨度，好似你講嘅相隔20、30年，令到作者嘅心境、文風，甚至係執筆時嘅心境、文風，甚至係執筆時嘅心理狀態有戲劇性嘅轉變，呢個說法先至喺邏輯上講得通。其實喺聖經文學研究入面，都有學者持類似嘅觀點。如果堅持兩書係出自同一個人，
例如使徒約翰，就必須將兩書嘅寫作時間拉開距離。例如啟示錄係早年激進嘅寫作時間拉開距離。例如啟示錄係早年激進嘅先知作品。約翰福音係晚年沉澱後嘅長老作品，或者將風格嘅極端差異歸因於唔同嘅筆錄者、秘書，或者截然不同嘅情景與心態。你由人類寫作風格嘅心理慣性呢個角度去切入，去推導佢哋唔應該係同期作品。呢個分析真係好有深度。